各位朋友，就大家唔知有冇咁嘅經驗，明明咧就冇辦理啲某項嘅服務卻咧突然間收到嚟自銀行或者電商嘅個短信，就話你個戶口咧異常需要馬上點擊鏈接咧去確認。呢個時間你會點做咧？咁樣好啦，首先咧我歡迎咗第一次收聽我哋嘅觀眾啦，咁亦都希望大家點讚我哋關注我哋嘅頻道將我哋嘅信息咧發俾其他啲人咧好多謝各位。咁你最近有冇收到一啲懷疑嘅短信咧？你亦都記唔記得佢個內容咧？如果你收到咧有啲賬戶驗證嘅簡訊，你會先做啲咩咧？咁樣咁今日咧我哋其實咧就係同大家咧講守護你嘅資訊安全從一條簡單嘅信息咧開始嘅。咁香港嘅警務處反詐騙調查中心咧有呢個防騙2由1822嘅熱線咧，其實咧提供咗24小時嘅反騙詐騙資訊嘅服務嘅。咁大家咧都可以咧打呢個1822咧，又係同呢個反詐騙呢個協調中心嘅人員聯絡嘅，以協助咧應對呢個懷疑嘅騙案。熱線咧亦都提供最新嘅騙案嘅手法同埋資訊同埋警告嘅，咁有效咁樣對而家時下流行嘅騙案。咁熱線咧亦提供呢個資訊嘅服務咧，如果你懷疑咧已經成為係騙案嘅受害者咧，就應該要立即咧去附近嘅警署報案嘅。咁遇到咧緊急嘅情形咧，亦都可以打999去政府求助嘅。咁當大家咧收到有啲可疑嘅短信嘅時間咧，應該採取咩步驟咧保障自己嘅自身安全咧？咁樣咁第一咧要識破騙案嘅第一個防線咧，咁服務咧相關咧嘅謊言即係大話咧，就開始咧就係假裝同你好熟悉嘅。咁詐騙嘅人咧即係經常咧偽裝成為你即係正係用緊嘅服務咧。例如咧佢話你嘅申請個貸款已經批核啦，或者叫你點擊領取你嘅獎金，亦都或者佢會話你個賬戶異常請你立即登入復收。咁有咩對策咧？咁樣咁你就第一時間咧要反問自己啦，我有冇真係辦理過呢個服務咧？咁樣如果你記得係曾經係申請嘅咁亦都可能咧係服務到期嘅提醒，但係咧絕對咧唔好輕易咧就點擊呢個連結嘅咁呢個連接。咁第二咧佢會核對網域嘅一個視覺陷阱，通常咧嗰啲即係佢會用一啲大細楷大細寫嘅拼法咁樣，譬如咧佢多咗一個字或者佢大細咧就混亂，即係嗰啲字母嘅大細有少少有一兩個字改大改細咁樣。咁咧亦都有一啲譬如 A 字佢就整咗個 F 字咁樣。咁有咩對策咧？咁手動咁輸入正確嗰個網址咧即係佢進入佢嗰個官方嘅網站亦都透過呢個官方嘅 app 咧去操作嘅。咁識別咗嗰個加密鎖嘅標誌，咁瀏覽器嘅地址咧，警惕呢個緊急嘅情況嘅心理控制。咁佢哋通常咧個語調咧就比較嚴肅咁樣就俾一啲恐懼最有效嘅欺詐嘅工具嘅。咁譬如佢話你個賬戶咧就將會被凍結啦，3分鐘之後咧就會自動扣款咁咧或者係檢疫局咧通知你就違反咗規定，需要立即咧就去確認咁樣嘅。咁對策咧就係第一你要冷靜咁停頓。咁真正嘅機構咧就唔會用威脅嘅語言去催谷嘅。咁直接嘅聯絡會打呢個官方嘅客戶電話又係唔好用短信裏邊嘅電話。咁釣魚由詐騙手機咧嘅短信就防不勝防嘅。咁有騙徒咧就冒認網購物流嘅平台，利用同名短信咧就混淆你嘅視聽嘅就係騙取你嘅金錢啦。咁由於真假咧就難辨，有啲人咧索性咧就唔回應任何嘅機構短信，結果咧又錯失咗重要嘅信息嘅。例如咧拒絕入境處嘅來電錯失咗討論內容嘅事宜嘅機會。咁資訊科技專家表示咧，現時嘅短信發送人嘅名稱咧就冇呢個限制嘅，咁容易咧造成呢個混淆。建議咧收到短信時間咧應該確認有冇使用嘅相關嘅服務仔細咁核對呢個網域，如果有懷疑咧就切勿咁點擊任何嘅連結嘅。咁社交平台咧就專業嘅公佈，響啱過去嗰一個星期咧警方咧接獲咗63宗個網絡釣魚騙案，損失嘅金額咧達到320萬元嘅，其中咧有45宗咧涉及假扮即係網購嘅平台菜鳥。咁一個43歲嘅本地男人咧點擊短信裏邊嘅連結咧輸入咗信用卡嘅資料之後咧就被盜用超過12萬元嘅。咁菜鳥咧就指證咧就係而家咧就修復咗有關嘅漏洞噶啦。不過咧事件咧就暴露咗已經即係有1個月左右至今咧仍然有市民咧就反映收到類似嘅釣魚短信嘅。而家咧一般咧只要咧找到短信嘅承辦商，即係可以發送短信，而且咧短信咧個發送人稱謂咧就設置咧亦都冇限制嘅。當手機收到短信之後咧，一般咧就會把相同發送嘅人嘅短信咧就放住一齊咁樣噶啦導致咧真假信息咧就都放在同一個收信箱，而且咧即係同一個對話框裏邊，咁令到咧發件嘅人咧就混淆
增加嘅短信嘅。咁一旦呢個騙徒將呢個釣魚連結咧就放進呢個短信裏邊咧，市民咧就有機會咧就上當受騙嘅。因此咧，就通訊事務管理處咧就辦公室就實施早前嘅短信發送人咧就登記一個制度啊。咁發送人咧就係稱嗰個之前咧就加個井號，例如咧銀行啊、航空公司啊或者部分嘅公營機構啊都會加一個井字，咁前邊咧就係當一個發送嘅方法嘅。咁騙徒咧而家咧就越嚟越本地化啦，就專門咧研究香港有咩公司仍然咧未申請短信發送人登記制度加個井號，然後咧經常咧就向呢啲市民發送短信啊或者一次性嘅驗證碼，然後咧騙徒咧又會利用冇呢個井號嘅發送嗰個人發送呢個姓名，發送呢個假信息。咁至於早前發生嘅偽基站嘅假嘅基站嘅事件咧，由於呢個假基站咧可以隨意發送呢個井號嘅信息去發送到登記制度嘅號碼嘅，咁而響用戶咧去收到假信息嘅同時咧，亦都可能咧遇到一啲信號差嘅，冇辦法打電話或者係上網嘅情形。為咗防止咧呢啲釣魚嘅欺詐手機短信咧，咁我哋建議咧市民咧收到短信之後咧，應該先確認自己係咪有同過呢個公司嘅服務，如果有咧，就係要核對網絡個係咪一致啦。如果唔係太嘅分別同埋有懷疑咧，最好就唔好點擊嘅連結咧。提醒市民咧可以使用防騙伺服器嗰個測試連結嘅安全性，或者咧檢查短信發送人嘅真實性，而降低受騙嘅風險嘅。咁根據咧警方呢個統計咧，喺2024年咧上半年短信嘅釣魚手法詐騙嘅案件咧就激增咗42%嘅。咁資訊安全嘅內容咧可以簡化為3個基本嘅點，而資訊安全嘅基本保護嘅設施。咁第一咧就係呢個機密性，咁指呢個信息咧只能夠授權嘅人或者係系統咧就先可以攞嘅，而係唔係能夠未經授權嘅人或者係系統查看嘅人使用嘅。第二咧就完整性，唔可以確保咧係呢個資訊喺個運送或者係處理過程之中咧又被篡改或者毀壞嘅。咁維持咧資訊嘅正確性同埋完整性嘅。咁第三咧就可用性，都能夠咧隨時咁樣就係存取使用資訊又唔受到任何不當嘅干擾或者終止嘅。咁我哋一般咧就係有5個風險，即係5個大嘅風險嘅。譬如第一，呢個網絡嘅資訊安全啦，咁網絡嗰個資訊安全嘅問題咧，包括咧未經授權嘅存取啦、竊聽啦、刪改啦、破壞咁樣。咁攻擊者咧就可以通過呢啲手段咧嚟入侵系統或者竊聽敏感嘅信息嘅。咁導致咧嗰個資安咧就係外泄。因此咧企業咧應該加強呢個網絡嗰個資訊安全防護，包括咧就加密呢個通訊咧嘅設備防火牆咁樣。第二個咧就係呢個網絡系統嘅安全。咁網絡咧就系統安全嘅問題咧就係講呢個系統嘅硬件軟件或者係配置傳出即係設備個漏洞嘅。攻擊者咧就可以咧通過利用呢啲漏洞咧入侵系統或者咧引發攻擊嘅。因此咧企業同埋個人咧需要保護維持系統嘅更新，使用更新嘅防毒軟件。咁限制咧就係系統訪問權限等措施嘅。咁至於呢個應用程式嘅安全啦，應用程式安全嘅問題咧，通常咧就由開發騙情嘅漏洞而引起嘅。攻擊者咧可以利用呢啲漏洞進行攻擊。咁企業咧應該咧就限制應用程式嘅訪問權限，加強咧呢個程式即係呢個碼嘅測試同埋審核，咁以減少應用程式嘅安全問題同埋風險嘅。咁資料加密同埋咧身份確認授權，咁資訊咧加密同埋身份確認授權咧就係保護呢個個人同埋企業信息安全嘅重要措施嚟嘅。攻擊者咧可以試圖咧就竊取用戶嘅姓名同埋密碼，咁入侵咧就係雲端嗰個儲存或者係郵件嘅系統等。因此咧企業咧應該使用加強嘅密碼嘅設備咧多層身份確認安全措施，同埋防止呢個資料外泄嘅。咁至於雲端安全方面啦，咁隨住呢個雲端技術嘅發展越嚟越多嘅企業咧就將數據同埋應用程式就儲存喺雲端。然而咧攻擊者亦都可以利用雲端服務嘅漏洞嚟攻擊進行攻擊嘅。咁企業咧應該選擇可信賴嘅雲端服務供應商亦都係使用加密嗰個技術保護數據等措施，以保護雲端嘅安全嘅。咁我哋咧可以咧就係有咩處理嘅方法咧？咁簡單嚟講咧，我哋就將常用嘅服務嘅客服電話咧，就儲響呢個手機個備忘錄嗰邊，以免咧有呢啲騙徒咧就係有啲偽造咁設定咗一個陌生來電嗰個篩選功能，減少咧就接收呢個垃圾短信嘅。咁各位朋友咧資訊安全咧唔係一個選擇題嚟嘅，而係生存咧就必備嘅技能。每一條短信咧都可以係呢個詐騙者嘅試探嘅。只要我哋多一份謹慎咧，多一份呢個確認咧，就可以咧讓呢個詐騙者咧就冇辦法咧就得逞嘅。咁如果複雜啲嘅，我亦都可以建議大家咧就係做啲防火牆咧就係可以檢查網絡嗰個流量制定訪問者嘅權限，防止未經授權嘅外部嘅訪問亦都可以保護內部系統嘅受到攻擊嘅。咁亦都係入侵檢測同埋呢個預防嘅系統，亦都可以咧監察呢個網絡嘅流量
偵察咧可能嘅入侵同埋攻擊採取咧有預防嘅設施並且咧就通知呢個管理局管理員嘅。咁虛擬私有嘅網絡，咁通過呢個加密嘅技術咧，喺呢個公共網絡上邊咧創造一個安全嘅私人網絡咧，令到遠程嘅用戶可以安全咁樣訪問公司嘅內部系統。咁加密嘅技巧技術，咁通過咧加密數據嚟保護佢嗰個機密性嘅，而防止未經授權嘅存取或者係盜竊嘅。咁資料外泄嘅保護咧通過咧監控數據嘅流量嚟檢測個敏感數據，以防止咧就未經授權嘅情況之下咧，就係由呢個網絡傳送同埋共享嘅。身份驗證同埋授權咧都緊要嘅。確保咧只係俾嗰啲授權用戶能夠訪問網絡嘅資源啦。通過使用嘅密碼、生物嘅識別技術亦都係多種因素身份驗證方式咧嚟確認用戶嘅身份嘅。響目錄監察同埋安全資訊事件嘅處理系統，可以咧就係監察呢個網絡嘅活動咧就管理安全嘅事件，而且係快速咁就應對異常行為幫助咧管理員咧就安全性同埋風險嘅。一般咧呢啲欺詐短信咧就係通常咧都有以下嘅特色嘅。第一咧佢會製造一啲緊迫性咧，譬如話24小時內如果唔驗證將會凍結你個戶口或者係一啲虛假嘅獎勵點擊收取禮品同埋咧威脅咁樣恐嚇你咧就係牽涉違法要立即處理咁樣。要正話都講過咧，要主動咁樣通過官方嘅渠道去核實確保呢個信息嘅真實。好似咧就收到呢個 ETF 過期嘅短信，應該直接咧就通過呢個 ETF 嘅官方小程式咧去諮詢嗰個狀態嘅。其他嗰個防護措施咧，就用手機自帶嘅嗰個防騷擾詐騙嘅功能，好似 iPhone 裏邊嘅未知收件人嘅過濾。定期咧就係修改重要就係賬戶嘅密碼啟用雙重嘅驗證。安裝安全軟件阻擋呢個風險攔截遇到呢有可疑嘅信件嘅操作咧，就唔好回覆唔好點擊嘅連結又唔好打電話或者短信咧就係俾佢哋咧亦都通過12321呢個網絡不良信息去舉報呢個平台嘅投訴咧。如果自己咧泄漏咗個人信息咧，應該立即咧就係凍結銀行嘅戶口同埋賬戶同埋報警嘅。如果你收到有啲銀行嘅即係賬戶，如果佢話你響個賬戶咧響境外咧消費咗一筆錢咁樣，你首先咧又要我哋睇一睇佢個官方嗰個網站同埋核實佢嗰個即係地址網址係啱唔啱咧。如果係非官方嘅短信發送咧就係冒名嘅冒名嘅領域咧譬如有啲 update 或者係假嘅導點咧就係即係連接點擊咁樣，亦都可以通過咧上述嘅步驟，可以大幅咁降低受騙嘅風險嘅。關於咧就保持警惕對於未經確實嘅短信，始終咧就以一個先驗證嘅後行動嘅原則總結落嚟咧就即係希望大家就係知道就係你係有能力去防止呢個欺詐嘅，即係而且唔需要恐懼嘅。好啦，就好多謝大家嘅收睇，希望大家咧就關注我哋咧，免費訂閱我哋個頻道點讚咧，好多謝大家希望下一次再見到大家。好啦，拜拜。